11月的铜锣杭菊花田里的活正忙着，这几年天候异常，虫害几率高，杭菊越来越难照顾。我们完全就是用请人工呢，从除草、摘心，然后虫害方面呢，连那个生物制剂都没有去用。5、6分地种杭菊，按老一辈的做法，可以收1300斤。张焕文几年前改无毒栽种，农药少喷，产量腰斩剩一半，一度被父亲质疑自找麻烦。可是眼见大陆杭菊抢走了70%市场，激出了农民自省。以去年为例，我们这边的苗栗的杭菊是100%的合格。好，那今年我们已经送到那个毒物试验所去检测。检验305项农药残留过关，是铜锣杭菊给消费者的安全保证。新鲜菊花24小时内用热风式烘干法，比起大陆用硫磺烟熏，维持了半球花型的完整、蓬松，还有自然清香。没有农药，用作中药药饮、茶饮，甚至入菜才能安心。杭菊本身呢，它是属于中药材嘛，比较凉，然后它有点苦。天然木头，天然的后米烯。自然无毒。田眼跟后米烯，天然的好滋味。曾经每台斤价格跌到200多，现在又回到1000元身价。推生产履历、产地标章，成功和大陆菊花做出区隔。我们把自己也是当消费者，我们去买东西也要买到无毒的东西啊。有好的东西，谁不要买？白色杭菊、黄色金菊盛开，每年吸引诸多游客为美丽花海而来。农民更期待铜锣杭菊能回到30-40公顷栽种面积，让产业发展像花一样欣欣向荣。不放弃的杭菊农夫遵循无毒，迈向有机栽种，如今微笑收获。而推广了50年的铜锣杭菊，今年12公顷的花海美景，预估可以创造数千万的观光收益。田野木头，田野跟后米烯，田野木头，田野跟后米烯。